各位馬迷師兄師姐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第一時間收到我哋最貼地、最獨家嘅賽事大解剖啦。今日同大家直擊4月29日星期三跑馬地夜馬第7場，2班1000米、谷草1000米、電光火石。排檔、步速同臨場發揮決定一切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，同大家瘋狂起底。先嚟地獄判官環節，呢3隻伏馬大戶都唔敢掂。4號魔術控制，好多人可能見佢評分減咗啲，想搏反彈，但係佢好耐冇贏過頭馬。你話佢可能係際遇唔好，或者未遇上好騎師。之前連麥道朗親自騎上去都搞佢唔掂，證明隻馬實力已經退化。加上今年2月4號佢入閘之後突然大力觸碰閘箱前門，兼且強行衝出閘箱，搞到最後要退出賽事。魔術控制情緒咁唔穩定，堅決放棄。9號年少多好，今場佢最大嘅致命傷絕對係騎師配搭。蔡明少好耐冇贏過頭馬，正處於嚴重嘅低潮期。大家要明白，谷草賽事容錯率極低，尤其係1000米。一個處於低潮期、手風極度欠順嘅騎師，自信心同臨場決斷力一定會打折扣。我哋真金白銀係用嚟投資贏錢嘅，絕對唔係做善事，堅決放棄。10號燭光晚餐睇返紀錄。上次跑係短短7日前，真係名副其實嘅匆匆再出，跑得太密。短短1個星期，隻馬根本未回得切氣。呢類相隔極短時間再匆匆出戰高強度短途賽嘅馬匹，去到最後200米，幾乎好大機會都會出現腳軟嘅情況。慳返啲彈藥好過，清走晒啲數據伏兵。即刻睇邊幾隻馬係今場嘅完美 package。3號天天同樂，大家千萬唔好被佢上將跑第4名嘅賽績呃到。佢上將喺沙田1200米早段彈出領放，首400米做出23.27秒，800米做出44.96秒嘅極快步速。喺咁傷氣嘅情況下，依然捱到個殿軍，證明佢前速同氣量都係頂級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係6。黃琪佢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閃耀天河慢咗啊，前面快嘅馬咧，中間位置天天同樂維港智能。外邊信心星啊，最出藍衫仲有愛馬仕啊，內欄第5位就勁進輝煌，第6位呢就時時歡欣啊，內欄啦，咁啊第7位到啦，黃藍格仔3位隻呢就標誌星河，後邊3匹馬燈膽將軍閃耀天河爭持殿後係飲杯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柱啦，放出嚟跑呢就天天同樂啊，愛馬仕第2位啦，守住內欄第3勁進輝煌啊，第4位有信心星啊，內欄第5嘅馬呢仲有標誌星河，第6位維港智能啊，內欄尾4入直路啊，紅衫呢仲有閃耀天河啦，尾3外邊時時歡欣啊，呢支橙衫中檔呢就燈膽將軍包咗落尾嘅馬呢係嗰隻飲杯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天同樂接嚟咗大約有半個馬威嘅，呢個時候勁進輝煌開始上嚟啦，中檔位置上有標誌星河，後多浸嘅馬呢仲有閃耀天河、燈膽將軍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勁進輝煌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標誌星河越逼越近，勁進輝煌仲有半個馬威優勢，標誌星河突然片咗出去，接近終點，勁進輝煌贏啊！最恐怖嘅係佢金像回師快活谷1000米首本路程，佢喺呢個賽程係未輸過，只要出閘順利，控制到步速，機會就好大。今場穩膽之選2號顏色之王，睇返巡邏影片，佢上次跑法好有問題，起步慢閘之後又受勇敢巨星同魔術控制射跑波及，大力勒避。最慘係衝刺階段嚴重受困，完全望唔到空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準備好，你一開閘大家都平排約出啦。魔術控制快嘅內欄有愛心得快啊，中間仲有翠紅紅眼罩走埋上去。
最出咧仲有飲杯同埋得道後王啊，咁啊馬林中間紫色眼罩白衫小霸王啦，內欄粉紅衫粉紅帽大約尾4度啦，仲有勇敢巨星啊，外邊灰馬就太易穩啦，殿後一對顏色之王就內欄尾二，響佢出邊呢，咁啊仲有隻勁進輝煌嚟㗎，咁啊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魔術控制喎，跟住第2位外邊係飲杯嚟㗎，第3位嘅馬埋邊係有愛心得啦，外邊係翠紅啦，第5位得道後王內欄第6勇敢巨星，中間第7小霸王啊，後邊3隻太易穩啦，內欄尾二呢仲有呢隻顏色之王啊，後邊嘅馬仲有隻勁進輝煌啊，好啦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魔術控制接嚟咗少少入嚟㗎，第2位有飲杯啊，偷入邊上有愛心得啊，揈咗出去外邊呢就翠紅嚟㗎，內欄等緊位呢仲有顏色之王啦，後多浸嘅話仲有勁進輝煌嗰啲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翠紅透出咗啊，咁啊見到埋邊勇敢巨星追佢啊，緊隨其後仲有勁進輝煌入邊仲有愛心得啊，接近終點翠紅就贏出呢場賽事。成場馬根本未發揮過，呢啲絕對係假賽績。但只要今次望空一衝，分分鐘交出驚人後勁，殺個措手不及，作配腳極具殺傷力。5號勇敢巨星。第3隻要留意嘅係5號勇敢巨星。4月27號朝早，呢隻馬由何澤堯親自喺大圈試跑。練馬師呂健威一向都係會黐實烽火台地下張天王耳督操，呢次竟然罕有地舉鏡金睛火眼，睇實出事過程，練馬師緊張到咁，即係話隻馬狀態已經操到 fit 到漏油，配埋何澤堯親自操刀，戰意100分，絕對值得睇高一線。跑馬無絕對，幫大家拆解晒啲數據盲點同幕後猛料，但臨場變數都好重要，大家記得睇定賠率走勢，同埋留意沙圈隻馬嘅行圈狀態，靈活走位先可以長賭長有。覺得今次呢個深度分析夠晒詳盡，幫到手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，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傾下賽馬經。我哋下次見。